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马拉基书第3章16节到第4章第6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实。敬畏上帝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因为上帝是个灵，他是信实的上帝，所以敬畏他的人就必须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。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第3章16节到18节这样的说道：那时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，上主留意听他们的话，在他的面前有一卷纪念册，记载着敬畏并遵从上主的人的名字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说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采取行动的那一天，他们要归属我，我要怜悯他们，像父亲怜悯那服侍他的儿子。那时我的子民将再一次看出义人和恶人的遭遇有什么不同，服侍我和不服侍我的人有什么差别？上帝疼惜那些诚心实意服侍他的儿女们，因为上帝会再一次的看出正直的人或是邪恶的人，服侍他或是不诚心服侍他的人。马拉基先知又说，上主的日子快到了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说，那日子快到了，所有狂傲邪恶的人都要像麦秸一样的被烧掉。那一天他们要被烧尽，都不留存。可是对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，将有拯救的太阳照耀你们，医治你们。你们将像从牛栏里放出来的小牛一样的蹦跳快乐。在我采取行动的那一天，你们要践踏邪恶的人，他们要向你们脚下的灰尘。你们要记住我的仆人摩西的教训，就是我在何烈山颁布给他，要所有以色列人遵行的法律诫命。可是在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，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先到你那门去，他要使父母和儿女再度的和好，免得我来毁灭这地。忠心的服侍，忠心的敬拜上帝，就必能与上帝重新建立和好的关系。这是上帝透过先知告诉我们的，也透过使者马拉基告诉以色列人民的，也透过许多的使者来提醒教导现代的基督徒你跟我。死人复活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是上帝信实的应许。虽然这很难了解，就像门徒们虽然听到了耶稣基督的预言，却仍然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死人复活的意思。
但那是上帝应许赐下拯救的方式，如同昨天我们说的，要以上帝的智慧来了解，否则就无法了解复活的奥秘。人们因为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们就用极端的方式来对耶稣基督，来对以利亚以及过去的众先知们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记载了耶稣基督与门徒们的对话。圣经说，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人子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，千万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。他们遵照耶稣的吩咐，只是彼此讨论说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又问耶稣，为什么经学教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回答，以利亚的确要先来重整一切，然而圣经上为什么又说人子必须受苦和被弃绝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却任意对待他，正如圣经所说有关他的话。选民以色列人对于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预言并不忠实，就如同圣经记载那个佃农们把主人所差派的仆人都给打了，他们又把主人的独生子给杀了，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继承代替主人了。耶稣基督他回答门徒的疑问，他说以利亚已经先来了，但是他们却任意的对待他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这里的以利亚其实指的是施洗约翰，因为上帝忠实的仆人，他是为了领受呼召，回应上帝的旨意，为了弥赛亚耶稣基督而预备，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救恩。三峡教会以及兄姐们在面对目前建堂的境况，我们所需要的是成为一个更忠实的，愿意领受上帝呼召，愿意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帝的应许的仆人。在建堂这个百年大业当中，没有缺席忠实的服事主，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来忠实坚定的与主同行。上帝子民的安全，诗篇125篇。信靠上主的人像锡安山，永远屹立，坚定不摇。正如群山环绕耶路撒冷，上主也照样保护他的子民，从现在一直到永远。上帝的子民不会永远受邪恶的人的辖制，否则他们也会走邪恶的道路。上帝啊，求你善待良善的人，赐福给心里正直的人。至于那些走辟邪道路的人，上主要使他们跟作恶的人一起沦亡。愿以色列永享太平。
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愿意坚定的依靠，特别在教会最困难的时期，让我们以行动忠实的参与教会建堂的服事。恳求上帝大大的施恩给三峡教会，也赐福给所有愿意忠心回应你呼召的弟兄姐妹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